大家好，歡迎嚟到 High 17 SDG 逐個探，我係黃進智 Thomas， 我就拍檔張森教授Karen。今日咧，我哋仍然喺中信國際電訊 CPC， 我哋仍然有兩位嘉賓，就係Henry Young 數字拓展部，同埋Brenda Lin 就係創新研發部嘅。但係今日我哋多咗兩位年青人。佢哋就係我哋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成員學校嘅學生，一位咧就係李樂怡同學，一位就係梁希彤同學，係嘛？咁Karen 上一次我哋訪問之後，大家都好有啟發喎。係啊，咁知道大家都聽咗上一集啦，喺我哋 High 17 SDG 逐個探咧，都知道呢一集咧繼續我哋係青年人一齊走入我哋嘅綠色可持續發展供應鏈嘅呢一個卓越獎嘅獲獎者啦嚇。咁呢一度咧，我哋都知道其實一講到可持續發展供應鏈，同埋睇過上集嘅都知道我哋呢一間中信國際電訊咧，其實個主旨就係賦能數字創未來嘅。好啦，咁今次就係我哋真係帶嚟我哋啲同學睇下喺佢哋未來嘅諗法當中，個創未來到底係點樣嘅未來咧？係啦，所以我哋嘅未來主人翁，你哋可以發言。首先第一條問題啦，你哋嘅自發算方案獲得咗綠色供應鏈創新科技嘅卓越獎，當中嘅 AI 算法可以幫助企業去減少浪費、優化資源。對於我哋呢一代將來要規劃職涯嘅青年，如果我哋想投身呢一類綠色科技行業，你哋會建議我哋去從邊一啲崗位或者係入門職位開始？其實我會建議你哋可以由數據開始。數據治理開始，因為其實基本上大家都講 AI， 但係其實 AI 個源頭就係數據，冇數據就冇 AI。咁所以嘅話，其實源於數據治理、數據嘅管理喺呢方面開始去了解、開始去應用，咁然後再用 AI 嘅唔同一啲算法嘅能力去幫助你咧。咁呢一個就係一個好好嘅stepping stone，由呢度開始咧就會比較容易咯。咁當中啦，呢一啲職位最要具備一啲咩嘅技能或者係特質？其實我會覺得好奇心係好重要嘅，因為不停依家有一啲唔同新嘅嘢，你有個好奇心去知道依家市面上有啲咩新嘅技術啦、新嘅科技啦，再配合你本身有一個好努力去學一啲新嘢嘅能力。呢一個係好緊要嘅，因為做任何就算技術，所有嘅嘢都係你想學，你肯去學，咁先至可以持續做落去嘅。所以對於科學咧，我哋成日都講，其實一個科學家嘅源頭咧，都係嚟自於好奇心。係，冇錯。係啦，佢對好多嘢佢有持續探索嘅精神，係咪？我哋中意係咩嚟㗎？好新鮮啊！我願意去試下。咁試個過程就思考運用就可以發揮落去啦。梁同學咧，有冇咩問題想？係嘅，咁我知道你哋嘅創新方案啦，融入咗深度學習同埋大語言模型啦，咁技術咧就非常之前衞啦。咁對於一班大學生，佢哋將來要揀科啦，同埋佢哋未來係想投身於喺自化算呢個研究或者應用入面，你哋會建議佢哋喺大學期間修讀邊啲嘅科目啊？或者需要裝備點樣嘅技能呢？會唔會提供 intern 俾佢哋試下先？而家我諗係無論邊個學科啦，咁都一定咧係同 technology 係相關嘅。咁所以我覺得可能即係to 各位中學生嘅朋友咧，咁其實即係都可以多啲機會去試下一啲新嘅技術啦。因為而家市面上好多唔同嘅 AI 嘅技術，其實你都可以係一個學生版嘅一個可能免費使用啦，或者高平嘅使用。咁你哋可以試下係運用嗰啲技術喺學校嘅項目入邊先啦。咁至於選修咩科目嘅，咁其實我哋作為一個企業，其實唔同類型嘅職能嘅人才都需要嘅。咁譬如話我自己咁啦，我自己做創新商業化嘅，咁係 business marketing 嗰邊嘅人才需要啦。咁譬如話去到 Brenda 嘅，咁其實內部技術嘅支持同埋研發嘅，咁其實可能係 data
data scientist 啊，或者一啲數據分析啊，或者甚至一啲人工智能啊，或者軟件嘅開發啦。咁我哋亦都有其他嘅職能，包括咗可能一啲 customer service 啦、project manager 啦。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係一個中學嘅即係朋友仔，咁反而我覺得先以翻自己嗰個興趣為首算咯。project base，即係如果你即係我哋依家 learning，project base learning 嘛，喺學校裏邊其實佢哋都做好多 project 嘅，係咪啊？即係用自己嘅學嘅知識，同埋或者見到啲問題咧，就用呢啲知識咧嘗試去製作一樣嘢，咁樣去即係或者一個作為一個 project， 作為一個項目去推進啦。其實 AI 依家咧，其實頭先阿 Henry 都講，其實係融入各行業啊嘛，係嘛？各個類別嘅行業其實都需要。亦都職能啦，就算去到法律咁，其實我哋法律部門嘅同事都要去了解同人工智能相關嘅法規，咁所以基本上每一個職能嘅同事咁都要對 technology 有一定嘅認識啦。OK， 教育都一樣。咁去到第3條問題啦，我哋都有留意到有一啲初創企業咧，佢哋會透過回收咖啡渣或者係荔枝木去製作一啲環保產品，咁亦都展現咗佢哋嘅創意同埋環保理念啦。對於有意投身綠色科技但未有具體方向嘅年輕人，你哋會建議佢哋先加入大企業去學習啊，定係應該要勇敢創業？其實我會自己咁睇，首先要睇翻個年青人嘅諗法，佢本身有一個好清楚嘅概念啊，譬如我要做回收，咁佢有一個好清楚嘅方向。我自己會建議咧，佢先去咗一啲企業度了解，其實喺成個商業模式係點樣運作先。因為咁樣嘅話咧，你就會知道，當你創業嘅時候，有啲乜嘢前人已經遇過嘅一啲 obstacle， 其實你已經喺大企業度見到㗎啦。咁當你創業嘅時候，你就可以避免，會減低嗰個創業會遇到嘅問題咯。或者我都可以補充，或者其實未必係二選一嘅。咁其實好多大企業啦，都鼓勵翻即係同事啦。咁其實係開展一啲創新嘅項目。咁變咗其實唔一定係喺大企業入邊，係就唔代表冇一個叫做內部創業嘅機會啦。咁甚至我諗年輕人而家成日講 slash 啦，咁我亦都真係有一位做讀法律嘅朋友，咁佢畢業咗之後喺間律師行度做，但係佢自己咧亦都做咗一個 start-up 嘅 founder，佢就係一個持續發展嘅產品嚟嘅，其實就係一個可分解嘅衛生巾。咁其實佢係做緊一個 slash 嘅角色，咁所以我覺得如果大家有 idea 嘅，咁不妨去探索下，就唔好係俾好似 A 同 B 嘅選擇局限咗自己啦。即係冇一個模式，其實依家係一個好創新嘅年代啦，係咪？其實大家發揮嘅空間咧，其實應該係越嚟越多，好多都喺大學期間就已經開始發展自己啲創意。同埋我覺得而家喺香港嘅大企業，其實一般我哋都係好 open-minded 嘅，即係如果嗰個即係同事佢哋開展嘅嘢同公司係冇衝突，好多時都會 support。係啊，所以我覺得可以大膽去討論，去 explore 有啲乜嘢可能性咯。創新思維好重要，當然啦，如果我哋即係當然你多啲關注我哋，譬如有好多優秀嘅企業都可以揾呢啲，因為我相信你哋啲 project 都應該係有啲導師㗎嘛，係咪？有啲企業嘅導師去幫手你哋去一齊討論，你哋有諗法，都唔會一有諗法就開始做嘅，始終都要將成個方案完善咗佢，係咪？咁喺你哋嘅解決方案入面咧，就提及咗可以幫助企業降本增效、降低成本、增加效益、減少咗物料嘅浪費、保護環境。咁對於一班中小企嚟講咧，佢哋資源同埋資金咧係有限嘅。咁使用 AI 技術咧，會唔會成為咗一種挑戰咧？同埋會唔會計劃去整一個簡化嘅方案？或者製作一個教案嚟幫助佢哋教下佢哋，或者可以令到學校同埋青少年接觸或同學習，以增加佢哋對綠色科技嘅認知。
其實而家作為中小企嘅老闆咧，其實好多其實對技術嗰個了解咧，其實都比我哋想象中高嘅。因為其實中小企嘅老闆其中一個特質就係好多時佢哋唔同嘅職能都要負責，所以其實佢哋都諗得好前嘅。咁反而我哋同佢討論就係其實點樣去支持佢哋，就係佢有一個商業嘅難題，我哋點樣去共同去探討一個方案俾佢咯。咁至於個方案點樣落地，可能我 Belinda 可以再補充下。係啊，其實我哋智快算呢一個方案咧，都會以一啲我哋過往嘅經驗，已經製成咗一啲template 啊，或者一啲特定嘅方案啊，咁去幫助啲中小企。其實你唔再需要花咁多 effort， 唔再需要咁多時間，就可以用到呢一個方案去落地。咁其實就會減輕佢真係做到呢個降本增效嘅能力啦。咁最後一條問題啦，就輕鬆啲啦。好似我哋咁樣嘅中學生去問你哋，點解我哋要去關心綠色供應鏈或者可持續發展？你會點同佢講，令佢明白到，哦，原來呢樣嘢咧係關我未來事嘅喎。咁我諗大家都會即係上網買嘢啦。咁其實可能你上網買嘢嘅時候，你都會考慮下，咦？其實嗰啲貨係喺邊度嚟啦？咁如果喺好遠嘅地方嚟，除咗運費之外，其實我諗而家年青人都比較多會想多一步。咦？咁呢樣嘢其實會唔會涉及好長嘅運輸？其實唔係一個去對環境好有效咧。咁而更加貼心嘅就係、其實近年可能極端天氣其實比較多啦，或者空氣其實喺香港大家處身香港嘅社會，其實大家有好多好容易有鼻敏感啦。咁其實呢樣嘢其實係咪環境及人可能做咗一啲唔係好理想嘅行為去做出嚟？咁所以我覺得絕對係同切身個個身即係有關係咯。係啊，咁阿 Brenda 可以再補充下喺你嘅睇法。係啊，我自己就會覺得其實環境大家都睇到，每日都唔同嘅變化，天氣越嚟越熱啦。香港以前香港係有4季㗎，依家我諗大家都見到氣候變化係啦，氣候變化好大。其實所以唔係唔關個人事嘅，係關事嘅。只不過你哋係會冇諗到會 related to 自己，即係我日常可能已經今天你可能已經唔係咁需要買羽絨啦，喺香港可能。你去外國旅行嘅時候或者需要，咁但係呢啲就係好現實喺你側邊發生緊嘅事，咁所以呢啲其實我都覺得依家啲年青人其實佢哋係知嘅，佢哋亦都感受到，你日日都會見到嘅，咁所以呢一個係關自己事嘅嘢咯。因為我又記得一個例子啦，所以其實呢個諗埋啦，其實講緊我哋講 SDGs，大家每個人都帶咗個篇嘅嚇。咁我有一個同學。即係其實去參加我哋 SDG 2，即係講緊食物啊，即係講食品嗰方面嘅時候，我哋就有一個 slogan 叫做當地當季。當地當季就係喺供應鏈層面，頭先阿香講，減少咗運輸，減少咗浪費，因為你運輸長，佢個損耗就大，咁好多可食嘅食物咧就可能變成咗垃圾啦，係咪啊？咁你垃圾有垃圾嘅處理，所以好多嘢咧，其實每一個我哋嘅方案其實都係嚟自於身邊嘅，係咪？咁其實咧，你講呢個係最後一條問題啦，係咪？咁我就想問你，如果係你頭先嘅同樣嘅問題，你點考慮？咁我見到好多樓宇啊，即係門口啊，或者地下都會設立一個可再生嗰啲廚餘嘅垃圾箱啦。咁我同我屋企人咧都有將自己食唔晒嘅嘢啊放入嗰個箱度嘅，咁就可以整成一個循環再造啦。當肥料咁樣栽種植物啊，都有幫助。其實你已經答咗一個好重要嘅答案，就係一個習慣咯。係啊，即係低碳嘅生活習慣啦，係咪？即係呢個喺度，即係我哋曾經都做過一啲叫低碳活動嘛。咁活動裏邊唔食飯同食飯有好大差別啊！食飯咧，原來食飯食乜嘢，其實個碳排放唔一樣㗎嚇，唔係講緊你食嗰一刻嘅排放，係講緊佢因為係個供應鏈個情況咧，其實係影響咗個碳排放嘅。其實好多有趣位，係啊，好似頭先
班達講個好奇心係好關鍵，你可以去探索嘅係嘛？我又想問一個問題啊，譬如話呢個自發算呢個計劃咧，嗯我知道因為 to B 咧就俾啲商業咧係，其實有冇個版本可以俾啲學生都嘗試得下咧？我諗我哋都好歡迎嘅啫，如果有一啲即係學校或者學生嘅朋友可以去提 explore 出下，我哋睇下點樣可以一齊去 support 佢唔好話我哋俾佢用啊，我哋去 co-create 即係一個 Yes 會唔會一個新嘅方案出嚟咧？咁我哋非常之鼓勵呢樣嘢。呢個 win-win 喎，係我哋又知道下一代人其實佢哋用乜嘢係冇錯最適合、最舒服、最開心。因為其實就算係一個商業系統，始終用嗰個都係人嚟㗎。係啦。咁其實我覺得可能中學生睇嗰個維度，其實亦都會係用一個 user 嘅思維去做，咁有機會諗到一啲我哋係諗唔到嘅 idea 出嚟咯。係啊，所以我覺得即係如果你話正話都有兩位同學都有問啦，即係其實我哋點樣去培養，即係除咗好奇心之外，我覺得係亦都好重要就係願意去嘗試咯，去探索咯，係啊。非常好啊！我哋其實有好多唔同嘅 project 喺學校推行㗎嚇，咁呢個係順帶講出嚟嘅。咁啊，譬如我哋啲 project base 嘅，譬如碳中和學校啦，其實已經係好多嘅情況，大家係可以共同去探討，有生物多樣性啦，呢啲都係我哋喺學校裏邊有好多唔同嘅成員校共同嚟到參與去探索嘅一個項目嚟嘅。即係我哋主要喺學校做碳中和學校都係做 STEM 啫嘛，即係佢哋點樣可以更加好嘅改善自己嘅學校每一個環節係咪啊？從 lift 啦到水啦到即係紙張啊各樣嘢，佢哋都可以去考慮。喂，咁啊兩位嘉賓，我想問下 Brenda，你可唔可以俾啲同學最後一兩句嘅建議咧？俾你 tips 嘅。除咗 keep 住你哋有好奇心之外咧嗯，要嘗錯、嘗試錯誤、接受錯誤，因為無論你做任何嘅事啦，你都會遇到有困難嘅地方。要接受，要 review，咁你先至可以得到你嘅經驗，先至可以令到你無論你做乜嘢行業、做乜嘢工作，都會幫到你咯。十分好啊 Henry 咧。我 echo 翻阿 Brenda 啦，因為我呢幾年我都訪問咗好多即係好創新嘅企業嘅高管，其實佢哋好多時係視真係一啲項目嘅錯誤係一個日常嚟嘅，即係佢哋唔會覺得，咦，我有一個 project 做唔好，咁咪下一個咯，或者其實諗下下一個 phase 點樣去做好佢，咁呢個係第一啦。咁第二，我覺得而家因為 AI 喺單項嘅應用咧，其實已經嗰個能力係非常之高。咁我覺得亦都即係我都鼓勵即係中學生嘅朋友，其實佢培養多方面嘅興趣同埋能力，咁變咗咧，其實未來其實嗰個即係佢職場嗰個價值咧，其實就會更加高，同埋更加難被 AI 取代咯。我諗兩位都點出咗好重要一點，即係一個好奇心，先有好奇心，然後你有好奇心啦，先至會走去試多啲嘢，試咗啲嘢之後就唔怕錯，而中間呢個 AI 就係一個加速器，將佢哋嘅成功嘅機率就放大同埋加速咗。我諗都係一個完美嘅總結啦。今日阿 Karen，你有冇最後？我其實都係想講嘅，因為譬如 AI，即係我哋講 AI 元年，我哋今日嚟到呢度其實係好值得去考慮，因為大家都知道 UNESCO 出咗 report 啦，2022又上咗 UN 大會，就係其實呢一個嘅教育的未來啊，同佢哋係密切相關。其實即係我哋一路都講緊未來係不確定性。脆弱係嘛？即係好多因素係喺裏邊。當然啦，呢一個問題出現嘅同時，其實我哋右手又捉住一啲工具，又捉住一啲方法，可以令到我哋咧原來即係數據治理。你講數據即係其實係底層啊嘛，最基本嘅嘢。我哋喺呢一啲即係可量化嘅情形底下，我哋可唔可以更加客觀嘅去評估我哋未來嘅推進咧，係咪啊？特別我哋依家講 ESG 又好啦，你哋未來去翻企業，即係唔單止係考慮一樣經濟元素、環境嘅元素、社會嘅元素，都要兼顧考慮嘅。咁同樣考慮嘅情況下，我哋依家講可持續發展規劃，就係講緊你點樣將咁多不同嘅元素跟住去拎翻出嚟，你係可以有唔同嘅 priority，令到間企業令到自己係可以可持續。
去推進嘅，呢個係好關鍵。你如果冇個數據，你唔可以淨係靠自己去諗，係嘛？即係我想咁行咁啊，但係未必係真係客觀嘅，係咪？所以其實即係我覺得即係事情嘅發展就係咁樣啦。當有好多不確定性存在，我哋亦都有咗好多嘅數據支持到我哋一啲嘅預測，特別係你嘅模型啦，係越嚟越關鍵啦，係咪？我哋預測氣候一樣要用大模型去推測我哋未來會係點。好啊，咁啊 Karen 同我哋做一個完美嘅總結。我諗我哋時間就到呢度為止啦。我哋大家同觀眾say goodbye 好嘛？係咁先啦，拜拜。拜拜。